讲到住院的病人，若准需要临时看护，费用也拢真悬。卫福部即马甲病院伫咧推出智慧强便的网络平台，会当互家属依照着病人的需求，伫线顶请看护，而且会当请算点钟的。平台业者表示讲，目前平台有250多位的照顾服务员，而且因全部拢是有牌的。厝内若有人住院要请看护，实在真恶找。卫福部即马找邦桥阿东病院甲网络平台业者共同推出照护员线顶的媒合服务。那你可以选择开始日期，做到确认的部分，然后他就会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哪一些的方案。这套 App 系统上大的用途，就是让临时欠照护员的民众会当连面找到适合家己的照顾模式，是用点钟来算，唔免一摆就请几工。简单来讲，伊一工24小时，2400块。民众若是需要4点钟的基本照护，就干那900块就好。网络业者嘛讲，平台目前有200多位合格的照护员，因会用大数据照民众的需求来替因紧。就我们最快曾经在派案的过程中17秒就把案件派掉，对，那就是因为我们省下了中间电话沟通的成本，那直接用系统的方式去找到最适合照服员。我们最大的目的，除了说给家属一个选择之外，同时也让医院能够在除了说可以满足他的一个提升他的住院的照顾品质之外，也让说医院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他的人员的一个控制跟管理，他会知道谁来了我的医院提供照顾。针对照护员长期欠工的问题，阿东病院讲，医工暂时无法度入来，病院病人针对本土照护员的需求增加要2成。卫福部是表示，伫全台目前有3间病院咧合作试办，会阁看成效，豆大扩大。记者林雅文、陈保罗、新北市报道。